Shalom 平安，隆重兄弟姊妹們，切家翻祭兒，在呢個客家福音嘅節目，切家都曬要開到呢個節目啥，嚟聽下係呢頓頓嘅福音，我相信你嚟聽下係你得到上帝嘅恩典。哦，感謝主，見到我都係在呢個飯底，我相信隆重切家也是嚟到飯底裏了，但係呢，在飯底了切家只有一心中安恬、安平安知道。啊，在切家嘅熱嘅生活中行道啊，我相信啊，切家也做條路，生下一未做到合，做工生下一未做到合，哩計有按多切家係開嘅，切家係擔綱嘅，切家係處理嘅，我相信生下未切家無線身體弱下去。合落去，但係我相信切家主耶穌講嘅話，在透過嘅福音，在馬太福音11章28節咁講到，耶穌講嚟壓力，就耶穌咁講嚟壓力，或者佢要能多讓切家，佢要路搬切家行，要特性嘅路搬切家行，叫嚟壓力，隆重黑，隆重弱，隆重煩嘅，隆重似有冇辦法嘅，冇路行嘅。啊！耶穌講嚟壓力，我半夜困費，我開路半夜，我能夠多讓你，我能夠祝福你，能夠帶你去特性嘅路。啊！呢啊，就係嚟賣沙，係賣嘢，要謙卑嘅心嚟到嘅面前，相信主耶穌救出切家嘅生命中本嘅信嘅依靠嘅切家得到嘅恩典。切家得到嘅天地，切家得到嘅祝福，切家能嚟到食嘅，能做呢一個工作，能做呢一個條路，能做呢一個生活，雖然安煩，我相信切家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佢要幫切家入平安，要幫切家入平靜嘅心，要幫切家入心中嘅快樂。因為呢，呢個快樂都係長期嘅來嘅，唔係講自家嚟到笨低呢，自家分享快樂下，家盡地木卡要飯要吃落，按衝嘅生死等到，按到負責任係快嘅，但係主耶穌本是家嘅，心中道理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快樂，得到嘅甜心，永久都喺心道理創造嚟啊！假熱切嘅講，嚟曬相信謙卑嚟到嘅面前，相信佢，依靠佢，自家得到嘅恩典，得到嘅福氣啊！就係讓人到呢攤，我禱告，本隆重兄弟姊妹們嚟曬要謙卑，去依靠主耶穌，去相信主耶穌，而能得到嘅福氣，能得到嘅恩典，佢帶你去特勝嘅路，在生活中，在工作，佢肯帶你得到利息，得到成功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自家感恩，自家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